大家好，咁呢幾日咧，我諗大家都梗係會關心颱風蝴蝶嘅最新情況噶啦。同其他地方嘅人一樣，當有颱風有機會吹到嚟自己住嘅地方，又或者只係有機會喺附近形成啦，我哋都會好留意嘅。咁當然啦，你知香港人對呢啲重要嘅事物係幾咁關心噶啦，我哋會開晒所有嘅 AI 電腦颱風估算，突然間平時你可能聽都未聽過嘅熱帶氣旋移動路徑預測系統就會拎晒出嚟。乜嘢美國全球預報系統，乜嘢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甚至話乜嘢德國氣象局使用預測模型分析呢個風呢，有冇機會吹到你，又會可以打到幾大風球。有香港01就報道，就話以上三大氣象預測，香港西面恐成為登陸熱點。其實可能因為香港人見慣風浪啦，我認識嘅香港人啦，大部分個反應呢，其實係調翻轉嘅，佢哋係好恐怕香港係成為唔到登陸熱點嘅。根據以往嘅經驗，我諗連登仔喺呢個時候已經喺討論區嗰度集緊氣噶啦。當有颱風有機會到嚟香港嘅時候，好多嘅香港人都會為颱風來臨嘅日子做好準備。上一輩嘅就可能會去超級市場買好多嘢，買翻幾十斤菜，感覺好似呢個風球會打1個月咁樣。連平時買菜價錢最貴嘅超級市場10蚊得嗰幾條嘅菜都被洗劫一空，成個超級市場剩翻嘅菜，我諗只係剩翻嗰啲罐頭嘅榨菜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啲人為颱風來臨，亦都準備好第二日嘅娛樂節目，跟住就上網一齊集氣，希望颱風降臨。細路仔就更加唔使講啦，為咗準備颱風嘅來臨，當然要諗下颱風到咗聽日，咪唔使返補習社，又唔使學琴，睇下老豆可唔可以俾自己打多幾個鐘頭機咯。總之一到颱風來臨就各有所望啦。但係就未必話真係做乜嘢防風工作咯。見到呢啲情景，你就知道其實香港人係幾咁辛苦。只要我哋有一個官方認可嘅原因去放假，我哋就求神拜佛，希望呢啲機會可以來臨。咁當然啦，而家呢一種逃避下現實嘅福利，亦都唔係成日有噶啦。我細細個嘅時候，打風落街樓下真係靜英英噶。你睇下，而家你落街仲可以去睇戲飲茶，就證明其實啲人都仲係要返工俾你去睇戲，同埋俾你去飲茶咯。咁同一個香港之下，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啦。你淨係睇下打風完之後，嗰啲清潔姐姐淨係喺度掃落葉，都掃到黐晒線啦。我諗呢一群人唔會想為咗放日假，一返工就做到 PK 嘅。同埋始終有啲工作就唔係話你唔返工啲嘢就唔係你做嘅。你每放一日假，就即係你一返工，你嘅工作量就會被放大做2倍。所以當你喺度求神拜佛，希望聽日打風嘅時候，其實你嘅另一邊一樣，有人求神拜佛就聽日唔好打風。所以各安天命啊！每次打完風之後，你見嗰啲香港人無懼風雨斷樹，第一時間衝出去返工。有啲人就以為呢啲人係好熱愛返工，其實都係引用經典名句啦。返工呢家嘢，你估真係為咗愛同埋責任咩？係窮啊！如果你係愛你嘅屋企人，同埋你對屋企人有責任，你屋企唔俾錢，你不特止仲要你俾錢，你都係會照顧呢個屋企嘅。如果你老細唔出糧俾你，你會唔會返工啊？點都好啦，我嚟講，就算只係攤喺度，可以攤多半日都係一種享受嚟嘅。作為香港人，有能力關心到自己好巴閉噶啦，辛苦晒啦，各位香港人。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或者留言話俾我知，大家打風嘅時候一般會揾啲咩搞？又或者你其實係咪就係好唔想打風放假嗰一群人？好啦，今次就傾到呢度啦，各位再見。